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夫妻來了，我係 Rita 林玉婷。Hello，我係做緊阿權妹。阿權妹，東方已看到你放嘅地方卡。真嘅，當橋冇看到誒。係啊，不過見面機會是好好吧？不過你係維持社交距離就做嘅。冇錯，超暗夜，韓國帶咗 M 嘅。係啊。不過要帶咗 M 有一個好處。乜嘅？因為我低度吼呀。楊哥，你冇化妝係嗎？我沒不止沒化妝，我低度還有大痘痘。哎，你皮膚咩都好咩？我跟你講，因為有一部嘅大家都帶咗 M 嘅，啊帶咗 M 嘅話就 hit 定啊，迄個人嘅皮膚有乜嘅情形嘅話，完全唔會變好。韓國還會變到韓康嚴重，上個幾啊粒頭嘅呢？嚇，凍痛吼！我一直講咩嘅？冇命，夜咩嘢我做，頭擺阿婆佢都唔係講，哦，你上頭做唔得咩啊？我最近沒係的，那是你做唔得俾大家看，還好遮住了。特別呢一段時間大家防疫，無論係大嘴咪又係講，平常時要用酒精來消毒嘛，噴手啊，噴呢啲，咁可能要接觸內部嘅東西，咁我發講講下呢是風嘅。我最近消毒，係真見風誒，凍開，正常風係凍開，因為用酒精消毒嘅時間，我發覺我手皮膚變到下皺咧，韓國皮膚會開。有冇用溜皮啊？溜皮，做啲咩冇？不行，做啲咩？風也氣力，所以可能大家會想講嚇，我手變粗粗，成日講嘛，你手用咪安粗咯？又講你平常時開，又講上頭啊，個皮膚嘅問題，咪係大家呢一段時間前翻咯。所以你今日特別要請到皮膚科嘅醫生喺線上，我讓大家分享當期待和定價行啱咪好好嚟請教醫生。你下次來分享皮膚科醫生王玉俊醫生來上線了。仲酸哦，救星來了！對，你等到咧哈，好，歡迎莎莎來分享了醫生哦。Hello， 醫生你好，醫生。大家好，我是萬芳醫院皮膚科黃宇珍醫師。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參加節目。這是我第一次用線上視訊錄影的方式，其實還蠻新鮮的。那希望今天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皮膚科相關的知識，然後也希望能大家有收穫。好多問題要問你哦，醫生你的皮膚好好哦，超有說服力。你最近哈，因為我們剛才聊到說，最近大家都很重視防疫啊，不管戴口罩、長痘痘，或是用酒精消毒，導致我們皮膚很乾燥，其實真的非常困擾。像醫生您自己在醫院服務，接觸安多的病人，你們一定是要不時的用乾洗手、濕洗手或酒精消毒吧？對啊，其實就是在還沒有疫情之前，我們平常在接觸病人的前後啊，戴手套、脫手套，就常常要用酒精乾洗手消毒，然後甚至做一些比較侵入性的治療，我們可能還要用濕洗手，就是大家聽到的那種內外夾弓大力丸很標準的那種洗手方式。對，那現在疫情以後，大家又更緊張，所以一定會更加注意，所以每天就是乾洗手、濕洗手這樣交替循環。哇，那醫生，你的手的皮膚跟你臉皮膚一樣好嗎？我手有比較乾燥一點，可是你應該還是保養得很好。有一些保養小方法。對，像我們長期如果像現在防疫一定要用酒精消毒，這是必備。那造成乾燥，我們該怎麼辦？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對啊，因為酒精它會把我們那個手上的水分揮發掉，所以就會乾燥，然後甚至有點脫皮。然後厲害的，我們還看到有的病人他就會有裂開，會有傷口，還蠻痛的。難怪，我就吃到哪個樹啊，一部給裂開的痕跡，鏡頭可能看不到，但是真的都不會好真的都好不起來，因為我們都要消毒，因為太常消毒了，就沒有辦法每次都擦護手霜。哦，我自己是我發覺皮膚比較乾，就因為消毒完或者是濕洗手，洗完之後它可能就是去污也去油脂，然後我自己覺得好乾燥，就好癢哦。然後又在冷氣房把水分帶走，我就覺得哇，我的皮膚好可憐哦，不舒服，對，很不舒服。那我們該如何避免說像讓這樣乾燥的狀況可以不要持續惡化呢？是我們有一些小方法，可不可以嗆醫生，請醫師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好，第一個的話就是像我們自己啊，洗完手我們盡量隨身帶一罐那種護手霜，那質地啊可能就是選比較油的，油也可以哦，那或是霜狀的凡士林這一類的，它的保濕力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后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尽量选没有味道的，单纯一点点的，不然如果有很多的香料，它可能会造成接触性皮肤炎，就手本来已经在不舒服了，然后如果再一个过敏的话，就是更麻烦这样子。像我觉得我就有过敏真的，像我觉得我皮肤本来就是很敏感，容易过敏，然后我就是干燥之外，然后可能对于温度啊、湿度啊，然后就造成我从一小点开始痒，然后感觉整片都觉得不对劲，这里痒那里也痒的感觉。真的，我自己会有这样的困扰。对。那像医生，我们最近大家都一直在说要用酒精，要用酒精。那酒精的选择，好像听说有很多不同的酒精，我们真的要慎选。不管是它的是不是75%，或者是有人说这酒精怎么闻起来怪怪的味道？这个我自己在家用的，怎么觉得闻起来是比较舒服，没有异味的？有披钩我有闻过很香的米酒味的哦，我也有闻过很奇怪的，就是汽油味，有汽油味，有闻过汽油味。韩国有一些的，有的会用一点那个芳香剂，然后我也是闻起来会觉得，有香精吗？有香精是不是？对，然后我就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判断这是不是酒精？好困难哦。所以这边我们也特别有把这个酒精的种类把它列出来，也特别想要请教医师，甲醇、异丙醇跟乙醇，它又分工业用跟医疗用。对，就是其实酒精是对醇类的统称，只是说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乙醇，所以大家都觉得乙醇才是酒精。那的确乙醇是医疗用的酒精，可是如果是像甲醇啊或是异丙醇，就是比较偏工业用的酒精，那他们是由石油提炼，所以闻起来就会有一点点味道。那有时候他们想要让它盖过它的味道，可能就会加一点其他的香味这样子。那像甲醇，为了让大家就是辨别嘛，所以甲醇会添加一点颜色。可是异丙醇的话，它就是真的是没有颜色的，跟乙醇看起来差不多，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标示，它瓶身上面是不是有写这是乙醇还是异丙醇，或是甚至就是要看那个上面，像我们图表上面有写的英文字的 ethanol 或是 ethyl alcohol， 都是代表是乙醇的意思。哇，所以我们只能用乙醇，黑吗？我们只能用乙醇来消毒吗？如果有人不小心说我用了异丙醇，因为甲醇可能比较不容易用到，因为它会特别加色素嘛。但是有没有人真的不小心用了异丙醇，而不是用乙醇？因为其实市售的还是有一些是异丙醇，那异丙醇只要它的浓度有到60%到80%，其实它消毒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但主要是说它比甲醇比乙醇，一个是说异丙醇比较容易变成丙酮，它可能会变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比较容易残留在皮肤上，所以我们皮肤已经比较不好了，然后或是有伤口了，那它又比较容易残留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造成更多问题。而且如果不卡有成年的呀，有小朋友，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这个酒精？像是如果不小心有用到异丙醇，是不是对小孩也不太好？因为小孩皮肤就比较嫩嘛，所以它基本上保护力就是比我们差一点点，所以还是要注意啊。当然用1-2次短暂使用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它还是有消毒清洁的作用，只是说我们还是要用医疗用的，对，你的皮肤好。特别我们要选用75%的，才具有这样的消毒力，对吗？对，我们董东引老总讲，趴数越高，是不是消毒越好？但其实不是，它是要75%才能达到灭菌的这个效果的。对，没错，是。所以呢，像酒精，大家就会吃到酒啊呀，就会不会枸杞的东西，对吧？酒不是越陈越香吗？大家脑袋里面都会这样想啊，因为阿布卡就有肚豆，有人讲这个酒精啊，不用不会坏，那就慢慢用啊，省用啊。现在防疫期间，酒精不好买耶。按你这么说的，真的不会过期吗？总是会有过期的一天吧？对啊，医师，请问一下，这个酒精的保存期限？因为如果它没有开封啊，其实酒精基本上它是非常纯的东西，然后也没有什么杂质，只要没有跟空气接触，应该不太会挥发或变质。没有开封的就 OK， 可是如果真的有开封过了以后，可能一个是挥发掉，那它的纯度可能就会受影响，那效果也会受影响。那另外是说我们在装东西啊、分装的时候，有可能它会掉一些杂质进去，那也会导致容易变质。对，因为董你会买这种
很大桶的，然后用粉一罐一罐嘛，不卡1溜、2溜、3溜，也还随性带出去。对，其实那个可能会造成像医师刚刚讲的，如果有杂质混进去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变化的问题、变质的问题，对不对？哦，那其实我们今日除了同大家来分享营利亚一包的喷酒精啊，还是夏日吹冷气皮肤太干燥啊，我们也要跟大家讲一些基本的手部的保养，像我们平常时可能会需要干洗手啊、湿洗手啊，那这个湿洗手的时候，我们洗手的清洁剂是不是也要特别做选择？对，像我们在医院啊，我们如果碰到比较脏的东西，有时候是要甚至用消毒液，那个去脂力就比较强，但这是不得已的。那所以让大家在家里用洗手乳的话，或是甚至有人会用到一些洗衣服的那种像水晶肥皂，那种洗涤力比较强，可实际上它就是去脂力也比较强，那就会让我们手越洗越干，所以这个就是要小心，要选比较温和型的就好。那医生，我们说，如果我不要一直洗手的话，那干脆我工作就戴手套就好。我只有播的时候、脱手套的时候需要清洁一次，这样子也是一个好选择吗？对，戴手套也是一个方法，但并不是说大家的职业都可以嘛。可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在家里，像现在大家不是在家里都会清洁啊，用酒精啊、消毒水那种的，那种就强烈建议要戴手套。反而是这种时刻要戴手套。对，还有洗碗啊，用清洁剂，因为本身就已经不好了，那些洗碗那些都会再加重它，所以这些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可是洗碗应该就会懂难呢，我就会有一点懒，偷懒，就是那洗个碗5分钟，那我还要戴手套，然后戴着手套里面手又流汗，然后7个时间你又摸不出来那个碗到底是油的还是干净的，没有那个咕溜咕溜咕溜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戴手套是医师的建议，我们应该要如果要爱护我们的双手，有想是做懂规个散肤啊，然后一穿手的那个粗糙就勾到那个衣服，所以我们应该要更珍惜我们的双手，对不对？那如果真的我们说好，我们要爱护手哈，我们真的要戴手套，我们手套可以怎么样选择？是不是哪一些材质对我们的皮肤，如果已经很敏感、已经过敏了，用半阴纤或者是厚薄，对，怎么样手套的挑选是适合的？因为像现在一般的防水手套基本上都是橡胶的嘛，可是很多人其实对橡胶也会过敏，所以我们标准的建议都会是第一层戴棉质手套，那是最不会过敏的成分，然后第2层再戴橡胶的防水手套。所以戴2层哦。对，而且这样还可以吸汗呢，就是我讲的是很需要的，因为营养素就很会流手汗呐，那流手汗你有一层棉布的手套就可以吸汗，这样这是多一层保护咯。对，好。所以今日醫生同你分享過，無論你係個洗手啊，又講嘅脱手套啊，到等樣用品已成啫。我相信大家喺要當到落皮膚嗬，有關係嘅問題，等下請大家聊下介紹，到陣來復起來了。轉到復起來咧 ，Rita 啦、阿權妹啦，所有朋友啊，真是非常期待，因為你係叫上來咧，阿權妹應該叫上來啊。就會讀到呀口罩痘嘅問題啊，因為啊戴定再 M 嘅，就見翕定，啊免迄個有上體位嘅話，真係唔會好，見來見嚴重，對，翕人呢。對，顧總，我就想要來請問一下我們今天的醫師啊，就是想請問黃醫師，我們如果遇到像是口罩痘，還是青春痘，還是你知道因為各種原因，有可能都會產生痘痘，那到底要怎麼區別口罩痘跟一般痘呢？其實口罩痘顧名思義就是因為戴口罩產生的嘛，所以基本上它的位置大概就是會在口罩的附近，對，所以嘴周啊、臉頰這邊。那通常我們注意到的，我覺得都是比較深層的，跟一般小小的痘痘不一樣，它比較深層、比較大顆，然後蠻腫痛的，又悶在裡面冒不出膿頭的那種感覺。所以我的應該是我的應該係，我沒用上一粒，我也有一顆，而且是長在這個下面的地方，那超痛哦。而且我覺得它，因為它很深層，所以你會擠不出來，碰到就痛，然後想擠也不能擠。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长口罩痘？对啊，怎么该不会长口罩痘呢？因为就是我们戴口罩，它环境非常的闷热嘛，那热了以后皮脂腺分泌就比较多，然后毛孔就堵塞，然后甚至就是会有细菌滋生，这样就容易长痘痘。还有说，口罩也会造成我们的摩擦，那一直摩擦，皮肤就会受损。那受损的话，表皮代谢也会有一点异常，也会容易长痘痘。那还有像我们的小卡上写的啊，比如说口罩有一些化学成分可能残留在上面，那个也会有致痘性。敏感、比较过敏的人，可能就会有影响。像我自己是戴口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一直痒痒的，因为我觉得材质会摩擦到我的皮肤，那我又是比较敏感的肌肤，所以应该会引起了讲啊，你要不要东西，你要不要东西，就会觉得一直其实还蛮想要抓它的。真的，尤其很热的时候会特别容易觉得痒。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按到点毛包含。戴做 M 的太稀吧，韩国戴做 M 可能会按用产生一点摩擦，会撸来撸去，韩国可能面会出汗，太热的时候，也还有你流氧助词跟时间太激动了，可能会流汗。然后口罩里面多会是水汽跟汗水，还有你口罩做 M 跟材质，可能没会透一下，它适合你去改给皮肤的。啊，很走得透哦。医生，我们还可以挑比较适合皮肤的材质吗？可以，这是有可能的吗？有时候现在就是很缺乏，就像主持人说很缺乏，对，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选啊。但一般我们就是建议外科口罩，它也相对比较透气一点点，然后保护力又够。对，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懂加温做 M， 要勤换口罩，对不对，医师？对，真的，对吧？一方面也是拿下来让它有透气的机会，然后不要让说有一些脏东西呀、食物啊、化妆品残留在上面。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要他懂你，因为3级的期间，大家可能都不能外出，或者是外出都要戴口罩。啊，懂你运动没有戴点做 M 啊？很多人喜欢去运动啊，喜欢去外面路跑啊，或者是走路。但是还是会有人戴着口罩，比如说像艾布卡戴到散弹红，它其实空气算不错，然后也没什么人。如果在居家周边想要去散步的话，当然还是可以。可是戴点做 M 一定要戴着口罩，这样会不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的状况也不太好？因为就像你说，运动总是热啊，会流汗嘛。那汗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刺激。那一个是说有可能造成接触性皮肤炎，就是光流汗本身。那另外汗也可以让那个细菌滋生，所以也会比较容易长痘痘。对，躺起来好像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因为我们总是要戴口罩。但是我想说，我自己心里在想说，像以前如果我们一直晒太阳，让皮肤降温，我们可能就去洗脸。那现在没办法洗脸，我们是用面纸把汗压一压，这样有帮助吗？或者是可能有人他的体质，或者是有人就说，可能特定哪一族群的人，他就是特别会长口罩痘。医生，你有看过这样子的案例吗？其实。如果是比较敏感性的肤质，还有油性的肤质本身就比较容易长痘痘，那当然戴口罩就更容易长。那还有一些人他是本身皮肤就有状况，比如说异位性皮肤炎的人，他脸上的皮肤可能本身就已经受损了，那再加上反复的摩擦，那细菌就很容易滋生。对，那还有一种比较可怜的是酒糟的病人，因为酒糟它本身是一个高敏感的肤质，他脸常常都是红红的。有的人只是红而已，然后很怕闷热，所以一戴口罩一戴上去，就是甚至会长出一些痘痘，我们又称作成人型的痘痘，就是酒糟。对，看起来就好痛哦。但是我们现在又一定要戴口罩，除非整天都不出门。那如果真的必须出门，又有这样的肤况问题，我们该怎么办？用改善哦，可不可以赶快救救我？有什么妙招避免恶化的妙招？对，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选的材质嘛，尽量稍微透气一点，比如说外科口罩。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有时间，而且口罩也足够的话，我们就尽量可以替换。所以一天甚至可以换2次到3次，看我们肤况，看我们流汗的状况。对。所以
又请都会放翻哦，还是可以避免恶化。你这个同大家来整理一下，包含第一咧，我同家温做 M A， 韩国你做的嘅情形之下，在情况允许的状况下，做得了做 M A 退下来，但记得要在情况允许的之下，可以让皮肤透气。对，主要是让你透气。啊，不过我们还是防疫第一，好不好？然后韩国做得用情绪来洗面，我就是用这一张，我是用爱用音。我其实夏天我都常常用这一张，还蛮舒服的，可以降温，然后又可以减少这个避免口罩痘的恶化。那简化保养步骤是什么意思啊？想要问一下医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保养品有的时候会用比较闷热锁水的那种霜类，那可能就尽量避免，那就用化妆水，然后比较清澈的那种保湿的产品就好。然后还有化妆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就绝对不要去用什么防水的粉底液呀，或是很厚重的粉底或遮瑕膏，就会更闷。所以医生，如果我们现在都要戴口罩，你有建议我们只要画上半部就好吗？下半部尽量不要画。其实是可以。对啊，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你讲 N 哦，所以 M 拿可能就会看到一半完妆、一半素颜的我。哦，所以两美台价做的几个以调整的哈。对。特别是医生刚刚提醒到，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要保湿锁水，甚至要很 rich， 要很精华，但是其实这段时间电抖台价应该用清爽的，然后用简单的保养方法。没错。啊，不过你像那个痘痘啊，有上次就懂通啊，或者是平常的青春痘，如果它冒白头啊，或者是粉刺超常有的，像这一类的痘痘冒白头，我是不是可以用手去挤它，干净的手？因为你知道，可是你确定你洗得干净吗？素真给弄铅，你知道吗？有时候你真的看着镜子，就是忍不住，你就是想要去挤一下，怎么办？医师可以吗？真的大家都会蛮想接，可是就我们是不是很建议啊？如果你是洗脸，它不小心脓头破掉，那就算了，我们擦干净就好。是，但因为有一些痘痘比较大颗，你去挤它，挤不好，然后发炎，其实很容易造成色素沉淀啊，或是痘疤。电抖还很麻烦。那医生，像如果我们真的长了口罩痘，然后皮肤也出现因为防疫的关系出现一些状况，有没有哪一些治疗方法？我们需要吃药吗？或者需要擦药吗？如果就是只有一颗的话，就可以看状况。那如果很多颗的话，还是建议治疗。比如说我们用外用的抗生素啊、A 酸啊，或是口服的抗生素治疗，让它发炎降低一点点，那比较不会容易留疤。所以含内而不能你的皮肤，是不是我们的皮肤要一直维持清洁，然后保湿度，尽量不要让它有细菌滋生的空间？对，但是就是也是要提醒，有些皮肤比较干燥的人，不要过度的一直用洗面乳。那个如果洗到皮肤很干，就跟手一样，脸也会变得很干，那一样容易会长痘痘。会很脆弱就是。对。那我有疑问呢，医生，因为我自己是敏感肌肤，不算很会出油，可是如果我每一天我大概一天，我早上不会用洗面乳，但是我晚上会用洗面乳。我洗完之后，晚上我觉得太干了，那我如果不用的话，又觉得好像洗不干净，我该怎么样做平衡呢？那大概就是洗完以后可以擦一点点，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比较就像玻尿酸那种比较清澈的保湿用品这样子。所以还是可以用去污性的洗面乳，但是还是要再帮它补一点水咯。对，我们一天大概最多就是2次到3次洗面乳就好，其他都用清水就可以了。2拜都3拜，然后清水就是帮助缓解一下我们脸部的可能带走一点脏污，然后缓解一下你的不舒服。但现在感受可能呀，口罩痘真的是大家都觉得很困扰的事情。医师你自己，我很好奇啊，医师自己有长过口罩痘吗？我这几个月真的是，对我已经连续好多个月，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段时间都是连续2-3颗一直冒，都是很深层。现在是遮掉了，所以看不到，不然也是在下巴那边都有。所以其实医生也会，大家都一样，对不对？那医生像最近在看诊啊，有没有因为防疫期间，那特别产生皮肤的问题？皮肤像是那种比较前线的人员，他们要戴 N95 口罩，甚至有那种会有压疮，因为它压得很紧嘛，在鼻子那边都会有压痕，可以看到它。对，甚至
压疮啊，你说压痕的地方，它会皮肤整个就受伤，会化脓吗？会溃烂这样子？是不至于，但是他们就会想办法，比如说用一些人工皮啊，稍微贴着垫着，还蛮辛苦的。好辛苦哇！原来不是只有上体会听听，可能还会有很较严重的后果。不过一般人可能就是上体会，一般的可能都是长痘痘比较多。那其实长痘痘会有一些市面上会卖的成药，然后是尤其是我国高中很会长青春痘的时候，都会用那种痘痘的药。那这个痘痘药可以自己用吗？或者是有时候我觉得擦这样子的痘痘药，它会脱皮。哦，对，我要帮你换肤。我每次擦痘痘药，每次都会脱皮，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可不可以继续擦。因为市面上它卖的应该都是像你说会脱皮那种，就是可能有含一些酸类的药。那像我们平常也会用 A 酸，只是说不知道它的浓度啊是怎么样。那有时候怕过度使用，那也有人擦了痘痘药以后就过敏的，也有。对。所以建议还是问专业的医生，不要自己乱擦。本身上可能痘痘咧系一般的粉刺，也系讲真正系口罩痘，也系痘痘嘅皮肤发生某个情况。有时候它可能是季节性的过敏，也可能本土的狗妹妹可能。所以大家还係谈啲专业医生的建议，莫自己青菜乱搞。你现在有挤吗？你的痘痘自己有乱挤吗？我有挤啊，我感觉就数千啊，我就忍不住啊。可是我尽量就是在手洗很干净的时候，我越讲越惭愧，越讲越小声。我下次不会，下一颗不会了。都好。好，等下大家聊一下，其實到陣喺節目當中，還有老皮膚相關嘅問題，我來特別請教安妮嘅翁醫生哦。大家進到福氣來咧，我係 Rita 阿 T， 阿喬妹，阿喬妹，剛好我吃了唐醫生講說，我覺得心裡安定不少哎，是不是？因為皮膚的狀況，尤其是咩哈，大家請好這樣，又係講皮膚會感冒鬆手，你就會覺得真的全身都不舒服，所以今日嘅皮膚科嘅醫生哈，喺線上為大家解答喎哈。我唔錯。你用邊呢？係啊，我呀，佢帶人啷個而嚟做 M 嘅，做乜嘅呢？因為 M 呀，佢愛來教大家用辦正確嘅台做 M 嘅，因為呀，防疫期間防疫強下來，而且 Rita 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好，主要有3大步驟啦，哈，咁個等下還有得補充。第一點是，首先你從你講後背拉起這個彈力帶繩，抬下你做 M， 再個攞你做 M， 從底部。變到你嘅嘴咧，底部向腦部夾起來，好，再個攞你嘅夾啊，落去塌好，一天當重要，第一個攞了貴州口罩嘅面塌好，再個第3點是落去跳落垃圾桶。前尾是一定會來消毒哦。你啊，就請阿喬妹同人來示範一下。我同佢來示範一下。第一點哈，先來起這個從耳後拉起彈力帶繩，拉起來，來起來，以後。第2點，從底部向腦部夾。底部向腦部夾起來，夾完以後，就是你把外面接觸空氣的細菌都已經把它折起來，我會把它折小一點，輕些，再個留佢困啊。呢一種動作都重要哦，因為呢呢一段時間大家戴嘴 M， 口罩如果沒有折好，沒有丟好，很多的小動物被這個繩子弄到，所以你要一定要踏好，就可以減少垃圾的體積。然後第3點，我落去調體了哦。安樣得到體色推呀，還體色通地度，安樣才不會再繼續污染。親密，一定要消毒。對，懂蔥耶哦。一定要再把這個手清潔乾淨。你用酒精噴手了，糟糕！我又把手上面的對身體好的油脂都帶走了。可是這很重要，你要懂重要，因為你係講拄到你都可能有病毒細菌的，一定是要消毒哈。所以根本你的舊相哈，是你的皮膚科醫生黃玉珍醫師啊，在線上哈，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再次來分享醫生你好。Hello， 歡迎醫師。其實也一報嘅啊，唔單槍要防疫嘅問題，
洗色素嘅问题，做爱美嘅问题，韩国啊就系啊热天嘅问题。热天对皮肤来讲係一個動態的挑戰，沒錯，因為夏天熱嘛，又會流汗，十個你一大嘴咁又濕冷，尤其係講德福卡冷氣天窗外開。我們就是一定在吹冷氣啊，24小時都在吹冷氣，睡覺要吹，上班也吹，平常工作也吹。跟講嘅是皮膚啱凍會掉嗎？其實我覺得吹冷氣皮膚會變得比較乾燥，因為大家知道冷氣會有一點點除濕的效果，跟空氣滴度跟水氣全部俾你抽走了，就啲人嘅皮膚當初。對，就是空氣都會變得它糟。其實這樣子比較乾燥的空氣，是不是對皮膚也不太好？想請問一下醫師。对，就是像现在居家嘛，所以大家待在家里的时间呢，开冷气时间其实一定是变多。那冷气它会让皮肤干燥，其实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比较冷的环境、低温的环境，皮脂腺自然就会分泌减少，像冬天也会。那第二个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它有除湿的效果，所以会把水分从我们身体带走，所以就是会让我们皮肤变得比较干燥一点点。像醫生，你看我這邊有一個圖片哈，從嘴拳來發覺，用一講啊，我覺得在關節處好癢哦，好癢，就抓變成這樣子，甚至是腳後面的這個關節彎曲的地方，哇，很不可思議，抓成這樣子，自己看圖片覺得好可怕。很細個時節，我小時候很常長這個那你也天美黑，我自己也是，我的孩子也是，我就覺得，是因為天氣太熱，我自己是真的覺得很熱，然後就開始覺得這裡也好癢，這裡也好癢，抓一抓就變成這樣，又痛又刺，而且感覺它不會好因為它就是抓下去。對，像這個圖片啊，這種手肘啊，然後膝窩的地方，這個是典型，就是那種異位性皮膚炎的小孩，最常見是在小孩子嘛，大人當然也有。那他們本身，他們皮膚的保水功能是有問題的，所以他們水分比一般人容易散失，所以像，對啊，所以他們很容易會很癢。那像很冷，吹冷氣容易乾燥也會癢，然後很熱，比如說一直流汗，在膝窩啊，在肘窩一直流汗，然後汗水刺激也會讓他們癢，所以他們可能就是一年四季都在癢。那反覆抓就會變成皮膚變得有點粗糙，像苔蘚化的樣子。醫生從來自己嘴拳哈，我覺得我自己感覺我好像這樣是因為在冷氣房，因為現在幾乎都是在家嘛，然後我突然聲音呢，像我最近覺得特別哦，我什麼時候注意到我這個手在癢？是晚上睡覺吹冷氣的時候，白天可能要忙都沒感覺，但是我晚上靜下來睡覺，我就開始這裡好癢。這裡好癢，這裡好癢，這裡好癢，特別在手這邊，紅紅一小點、一小點、一小點的，不該早上來被我抓傷了。對，因為其實那種在睡覺的時候，有時候是因為我們要有蓋棉被，它的那個體溫整個上升的時候也會比較癢。那當然吹冷氣就是讓皮膚太乾以後啊，很多狀況都會出現。那脫水嘛，就是皮膚的保水力比較差，就是也會有一些癢的問題。對，所以其實因為除了同大家來分享這個吹冷氣可能會造成皮膚有一些傷害之外，我們也有倡導醫生就聽說同大家來分享生了勇敢散哦。如果我們真的必須常常待在冷氣房裡面，因為它真緊凍黏，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保護皮膚的對策呢？如何保濕？對不對？對。那就是我們大家在用冷氣的時候，像現在都有濕度計嘛，不會很難取的。就是對我們身體比較適合的濕度，大概就是維持在50到60之間，不要太濕，也不要太乾。那就是我們可以用濕度計來監測一下。那另外有人在冷氣房中，他也會想說，加一杯水啊，或是用一些加濕劑，這樣會有一點點幫助。但是，可能對我們直接在身體上擦乳液的幫助還是比較大一點點。那所以我們就是也可以選擇，就是一些比較鎖水的乳液，像我們剛剛說護手霜那類的比較油的質地。那是看天氣啊，如果真的夏天很熱，可能就不要這麼霜狀。讓皮膚不能透氣，那就是但還是可以多擦幾次乳液，然後一樣建議要沒有香味的，尤其剛剛那種異位性皮膚炎的小孩，他們更不能接受那種有香味的一些乳液，很容易造成他們更多的過敏。
那医生如果像我觉得大人好像有时候还可以节制，还可以忍耐，或是遵循正确的方法。可是小孩子他们如果一痒就开始抓了，那医生如果说夏天特别很容易热的时候，他们也很痒，可是一进冷气房好像太干，他们也痒。这样我到底该帮他擦乳液？妈妈的烦恼，妈妈的烦恼。进冷气房就是晚上 cool down， 整个体温或者整个气温都降低。那他原本好像因为热流汗痒的地方，有的时候也会痒这个时候是该擦乳液还不该擦呢？一般的话，我们就是一样，就是因为它流完汗嘛，就是一样要把它洗干净，把残留在上面的刺激物稍微清水冲击，它也不能用太多的那种清洁剂，这跟手的原则都是一样的。那建议洗完澡后都还是要擦乳液。會比較好，還是愛講，因為熱天嘅皮膚嘅問題真係多多，比如講衝眼可能會啲樹啊，也係鴉片啊，也係講腳咩有可能，尤其是手指、腳趾的地方，會上一粒丟粒唄，有一點點像水泡，對，小小的，很癢，很癢，很癢。該到底係乜該呢？我擦一些舒緩的涼涼的藥，其實沒有什麼用。對，醫師這種小小顆有水泡癢癢的，它到底是什麼？這個我們從最近大概從4、5月開始就會非常的常見，因為它是一種我們叫做汗皰疹，那其實跟流汗或是皰疹都沒有關係，它就是一種我們體內發出來的濕疹。那在過敏體質的人特別容易有，所以像你很容易流鼻水的、打噴嚏的這種人也蠻多，會容易有汗皰疹的。哦，原來是這樣。那是嘿，我跟孩子都是這樣。那我們該怎麼辦？有什麼藥可以擦嗎？我都會跟病人說，因為他有時候季節到了，就是只要在季節轉換，像現在是梅雨季，就非常容易有。那有時候秋冬交替又再來一波。那通常輕微的時候，它自己會好掉，它乾掉，然後脫皮就好掉。可是如果真的很厲害的時候，我們也有碰過那種水泡大到就是會整個破掉爛掉的，然後一直滲水的也有。這種時候就建議一定要看醫生。那我們可以吃藥啊，或是擦一些類固醇，會有幫助。所以他那個注意，原來它是從身體發出來的。對，唔錯，運動都要注意嘅東西。唔但像安尼，一般平常時嘅生活習慣咩當重要。如果我們調整好我們的生活作息，對人嘅皮膚咩有幫助哦。是不是醫師？我們生活作息跟肌膚有密切的關聯。真的，因為我也都會跟病人說，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我們生活的作息造成的有時候皮膚的狀況很難解釋，但如果你生活作息正常，其實皮膚就會自然變好。像多喝水啊，多運動，這都是對我們皮膚代謝有很大幫助的東西。那但是也是要提醒大家說，運動完流汗，就運動可以舒壓，流汗也很舒服，可是一定要清洗乾淨，因為汗流在身上就是會造成刺激。沒錯。剛好講到線上講，一定要把這些東西清理乾淨，避免細菌啊滋生。我還想到有一個就是關於黴菌，因為好像是黴菌的感染，它會傳染，然後很不容易好，是嗎？對，因為像就是很容易流汗，尤其是那種青年的男生，他就是非常容易流汗，有時候身上就會長汗斑，一塊一塊的，白色的、黑色的、紅色的，都有看過。它就是反反复复一直發，而且越來越擴越大，那就是算是一種黴菌感染。所以這個也是要尋求專業醫生的幫忙，就是不能自己隨便亂吃亂擦這樣子。對，因為有時候可能會擦到相反的藥，會越擦越嚴重。因為黴菌其實也很多種，你不確定你身上遇到的這個是什麼樣的黴菌。對。對，所以你要食材皮膚會過好蠻簡單，只能去找醫師了。對，沒有啦，我們有一些小小的方法可以去給它調整，去給它身體，包含剛剛講嘅作息也可以調整自己的皮膚。然後現在還有吃東西哦，我們最近常常在說吃對食物可以提升免疫力。那我們要吃哪一些對的食物可以讓我們的皮膚是更健康，甚至哪一些東西你不要吃呢？對啊，我們現在講一些不要吃的好了，像剛剛我們提到痘痘嘛，那如果戴口罩都已經很容易長痘痘了，那我們還知道有一些食物，像是很甜的、高升糖指數會讓你血糖馬上上升的這種食物，我是不是應該先去面壁思過？我活該。然後還有乳製品，然後要特別注意是低脂的牛奶是特別容易的，高脂、全脂都會，但低脂最容易。哎，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有的人觉得说低脂比较好哦。对，所以我们也会请病人特别注意说，你最近是不是低脂牛奶喝太多，还是怎么样的，会请他们去做调整。对。然后还有不要吃油炸，这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炸嘅东西，还有辣嘅东西，对，这些都是尽量避免的，对不对？对，像热啊辣，对那个刚刚我们提到的酒糟病人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很敏感，然后脸有时候他们只要一吃热辣，就整个就红起来，对，就整个会泛红起来。那医生如果要请您推荐一样对皮肤最好的食物，您会说是什么？喝水，好，最健康的是不是？对，最健康的。哦，最劝大家倒是水哦，尤其天气热哈，也帮助代谢。那今天非常谢谢医生帮我们解惑，谢谢黄玉珍黄医师，谢谢马先生，行吗？哇，根本嘅吼，你有得到动好嘅台湾，所以好好顾皮肤，唔好走些很多人听咩。好啦，我们唔会再去挤痘痘了。你做蛋糕呀，面包是松本爱落去。好，你松本太假声。啊，今日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今日嘅夫妻來了，邀請大家定下繼續聽你呢個法律四單元，希望大家收看，長大了，拜拜，拜拜。好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站，行過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